福報幾厲害呢？你能夠種多啲福報呢，即係喺逆境當中呢，你真係可以翻身嘅。我有一個朋友嘅夫婦呢，佢喺我哋仙觀呢拜祖天師，都參與咗幾年嘅時間。每次當逢呢，我哋有活動嘅時候呢，佢都會係主動絕不欺場，都上嚟仙觀嘅。佢係當地區嘅議員，佢都可以成功連任咗8年。咁但係適逢到咧呢一個變天嘅香港啊，咁嗰年差唔多90%都已經係落選咗。佢就落選咗一屆，佢就變咗係失業啦，真係100%有份工喺出邊再打啦。而佢係維持翻做翻地區一啲嘅支援嘅工作，仙觀嘅服務從來都冇間斷過，又去到。係咪2023啊？到呢個年份再選舉啦，咁佢自己呢，冇話去參與直選啊，因為個競爭好劇烈，又冇人去 nominate 佢呢，連佢本人都唔知。佢嗰年呢，喺2023年嘅嗰屆呢，佢又竟然呢任命推選嗰啲嘅委員，佢成功又再當上翻地區嘅區議員。佢當佢知道嘅時候呢，佢好詫異，因為呢啲佢係唔會知道民政事務處係點安排。佢冇參選直選啦，因為點解呢？佢嘅年紀呢都已經過咗60嘅，即係佢60幾歲。咁啊，故此佢自己呢雖然好勤奮，香港而家好多區議員呢係行緊好多年青化嘅人士，咁所以佢冇諗過自己得失而復得嘅呢一個工作呢，令到佢一個好大嘅強心，而且呢係非常感恩感激天使。所以呢個福報福田呢，睇返轉頭，如果唔係佢咁多年嘅任怨任勞去做嘢啊，去扶持仙觀嘅作呢，我相信仙觀嘅神明都唔會特別喺今次有機會再捲土重來。故此呢啲咪就係佢自己自種嘅福果咯。